就拍8K，穿队服不知道灯多不多？今天刚刚云台稳定器有问题，我无意中把那个没有 Q 进，这样这还调一下。刚刚那个女孩子叫诗诗，从昌都过来的，在这边待3个月，有点像瑞瑞的感觉哈。一个拥挤，第二个是拉凑，第3个是曲珍，第4个秋吉，第5个罗桑，第6个吴京，第7个老胡，这个不知道，这个不认识。看一下那个诗诗在帮他直播吗？没有。看一下他在跳没有？没注意到他，有可能是帮他直播去了。那个藏林可可，那个他带过来的。哎，没人呢。哦，有可能在这边哦。这边有好多在这边直播。这是丽丽吗？哦，那个。哇，今天月亮好大，今天月亮好大，好亮啊！还有几个在旁边，拉布娃也来了，早上曲珍在那边直播，苏拉还没有，苏拉还在报翻翻。
表妹好像也来了吧？今天还可以吧？不能，今天温度在13度左右，白天温度还高一点，你看太阳很大，我在晒太阳今天。明天我准备去大家去其他地方看一下，回无人机拍点视频。4度啊，没说，现在只有现在6、7度左右吧，白天13度左右，明天还是13度左右，明天13、14度左右，后天也是，这3天都可以。明天我要去带飞小无人机，飞无人机把我们那个楼盘啦那些啊，酒店那些全部要拍一下。我老婆要做宣传嘛，就是留点资料。工商取证嘛，那个是不是？好像是哦，就是工商取证。这个是罗扣锅庄。这个永吉选的歌单，因为他今天05嘛。
什么情况呢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拍8K 的时候，然后我只插了一张卡嘛，插了640G 的那个卡，第二张卡没插，然后提示一下就没拍摄中断了，然后不对头，我马上反应过来了，程序出问题了。我第二张卡没插嘛，然后怎么一下跑到第二张卡去了？幸好刚刚是那首歌结束的时候，这边发现不对头，我插了一个 C 口的供电线，然后没有，估计程序出问题了。结果帆帆特别享受了，在苏拉的妈妈的包子的。
7、8分钟左右，这时候。这个美女叫诗诗，来自昌都，她3个月之后再走。还有抖音，就叫诗诗吧。我全程拍8K。今天稳定器没调频，有一个搞忘，有一个搞忘，哎呀，是拍了之后一直没配频呢，是反正也就1分钟左右。哎，荣景跑第2个去了。
哦，对，那个拉出来带它。拉到表妹，是丽丽，这个是拉布啊。这个眼睛不知道啊。这个虚的人这个是就在狗的，他一个名字好不好？他记不起来，每天在有时不是在一起。这是西丽，是麦琪。把公扎一个么，这一度拉左右，把公扎一个么，后面对这个是叫一度拉左右，这个叫实施。他们的中国应该是不行嘛，就是这个藏民头。把公扎一个么，如个小喇叭哟，把公扎一个么，如个小喇叭哟，嗦呀啦，把公扎一个么，如个小喇叭哟。除了呀，公鸡的不，天比有那祖宗，把公扎一个么，天比进了有。
长度历时3个月吧。这个两姐妹，这两姐妹。拍完了，在这边，这边绕一下，有点配。下次这个拍一下吧。大错也来了啊！头上取针，大错是手报恩了，什么大错？安卡州嘛，用针，取针，我现在取针变矮了呢。这2个针。真的是，苏拉的表妹，然后后面这个是丽丽，白衣服，黑衣服是拉布娃。这个在黑衣服就两姐妹，德国2姐妹，这个是小拉错，这个是玉珠，这个衣服的深色的玉珠，这个是胡兵，这个是那个老的那个原外籍的，这2个就不用说了。这个是九寨沟的那个九寨沟云舞他们那个朋友，他名字一下搞忘了，其实记不起来了，搞忘了。等会儿我问一下他，记这个。这后面是上巴西，然后是小西西，这个是麦吉，这个是雍二，喜吉走马，雍二后面是单人那个江央旺姆儿，单二姆的姐姐，单二姆没来，应该要来了吧？这个女孩子不知道，在后面那个这里我没去问她的名字。那2个是竟然2天在一起。这个黑衣服那个就是叫诗诗。
沙搓羊血儿。哎，永吉在前面咋没跳嘞？进那个了，进灰尘了。这个永儿后面的嘛，骑骑走马的后面就是江阴王博。这谁想过拍照？谁想？哦，谁想是吧？你啥意思的？拍照。苏拉。倒数第一个那个叫杨文博儿，第二个中间那个是永儿，前面那个是麦吉，穿的一样的衣服。我基本上是要拍视频嘛，穿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有3个，稍微淡一点的是那个前面是小西西，粉色一点，这个是深红色。这个女孩子不认识，没去问，长得比较高的一个。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小区卡，这个后面动作很快，这个后面好看，前面比较慢，后面很快。Thank you.
长度不远，1000多公里吧，1300-1400公里。哦，这个也可以啊，跳那个7分钟。拐角。徐峥的笑声好独特，一听就知道他声音。新歌。玄子啊，哎，徐峥领舞吗？徐峥也不会跳啊，徐峥这是永吉在领我。
蛮有的这个节奏。再来一遍。马上完了，刚刚最后一首都跑曲线了。
没有了，最后几秒钟了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完了也是那个。你来拍什么？木就没来嘞。他不一定每天都来呀，是不是？好了。